过来消息来看，宜兰县的原住民事务所的所长林志雷涉嫌性骚扰公所的查某科长，去年6月互县政府记惩戒2届哦。被害人冇提出告诉，法院嘛判伊6个月有期徒刑。也毋过林志雷目前搁担任所长，无受到影响。外界嘛批评讲县政府包庇。那因为。奖励金也只能这个在县议会接受议员质询的，是宜兰县原住民事务所所长林志雷，伊涉嫌伫南澳乡公所咧食头路的时阵，甲女科长性骚扰。去年3月案件爆出来了后，县府启动调查，认定林志雷性骚扰的行为是事实，不过敢若记2期刑戒。法院审理了后，以强制罪甲伊判6个月。不过林志雷到达要继续咧做主管的职务。他在性骚扰成立的时候就应该要调离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县府。就不采取这个动作嘛，就是包庇啊。受害者目前还搁伫南澳乡公所食头路，因为是原住民的乡镇，伫业务上清早会有甲林志雷接触的机会，敢若会当请同事代替处理业务。至于县府到达，也无甲林志雷调离开主管的职务，根本就是咧夹硬。因若针对法院，敢若以强制罪甲伊判刑，受害者是真不服，嘛会提起上诉。所以讲哦，这县府伫处理这题吼。都是要等到什么判决下来才要做调整哦，这个不对啦。因为他们是有业务的接触。面对判决的结果，林志雷讲，伊感觉真冤枉，情绪嘛受到影响，会上诉捍卫伊的清白。因若职务的问题会尊重县府的决定，目前会甲手头的工课先做好。因为他当时发生地是在南澳乡公所，所以当时已经离开了南澳乡公所，已经让他们没有再接触的机会。所以当时就没有做这样一个处置。县府讲，这个案件是发生伫3年前，地点是伫南澳乡公所。受害者申诉了后，就甲林志雷调离开南澳乡公所，双方已经未见到面，所以敢若记2期刑戒。因若林志雷敢会调离开主管的职务，听候受到法院的判决书了后再来处理。公视新闻宜兰报道。